大家好，我係 Fairy，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書名係《神奇的白色飲料》。喺開始之前，邀請你哋先撳個掣 subscribe 咗我嘅 channel 先啦。如果準備好，我哋又一齊嚟睇下呢本故事係講咩㗎咯喎。神奇的白色飲料。隨住咚咚一聲，喺冇人注意都冇人關心嘅情況底下，城市裏邊最後一間圖書館就咁俾人拆除咗啦，都冇人知道究竟係咩嘢時候拆除嘅。最先發現圖書館消失嘅人，係因為佢嗰本書到咗期嘅緣故，想要去圖書館還書，冇諗到原先圖書館嘅位置已經俾一部部未曾見過嘅販賣機所取代啦。嗰啲全部都係飲料販賣機。有人因為好奇，於是就入咗一枚硬幣入去。咚一聲，販賣機跌咗一個玻璃樽，個玻璃樽上邊仲有寫住經典名著嘅標籤。仔細一睇，個樽裏面裝住純白色嘅嘢飲。當嗰個人飲落去嘅一瞬間，經典名著嘅故事就即刻飛咗入佢個腦裏邊啦。高低起伏嘅情節就好似投影片一樣，一幕幕咁樣喺個腦內劇場嗰度上演，直到飲完最後一滴，故事先完美咁落幕。飲咗嗰樽嘢飲嘅人大嗌：實在太不可思議啦！其他人聽到都迫不及待咁樣投入一枚枚硬幣，咚咚咚咚咚，嗰啲白色嘅嘢飲不停咁樣掉落。好快，隨住越多人認識呢樣飲品，佢就喺城市裏邊大受歡迎。到咗而家，基本上每個人手上都會隨時捧住一樽。白色嘢飲嘅優點相當之多，佢可以令人隨時隨地咁吸收各種嘅知識。只需要10分鐘就可以快速咁飲完一本書，最重要嘅係飲完就可以即刻抌咗個樽佢，唔使還書，都唔使擔心本書會過期要罰款。唔止咁啊，對於嗰啲唔中意讀書嘅小朋友嚟講都有好處㗎，因為佢哋可以喺考試之前一口氣飲下各種書本嘅內容。呢種飲料利多於弊，只有幾個唔太需要在意嘅小缺點，就係呢啲故事其實冇咁容易吸收㗎。如果你飲樽嘢飲到一半之後，走咗去廁所，返到嚟好可能就會忘記咗嗰個故事。如果想要回顧上一段嘅故事劇情，可能就需要重新飲一支啦。仲有啊，同其他食物一樣，呢一樽飲品都係會變質嘅。只要擺得太耐，個故事同埋主角都會變質，個故事內容分分鐘會轉咗添㗎。最後同所有嘢一樣，一切都要適量。
如果一次過飲太多呢種白色飲料，啲故事可能就會交雜住其他食物或者各式各樣唔同嘅知識一齊衝出體外。到時你一直睇落嘅知識故事就會冇晒㗎啦。呢樽白色飲料咁好，已經改變晒大家嘅閱讀方式。佢大受歡迎，喺城市嘅中央，甚至有一部超巨型嘅自動販賣機。呢部機裏邊收藏住全世界嘅書籍飲品，每一日都會有一大堆人過嚟排隊去買書。啲人都話：而家有咗佢，仲有邊個需要圖書館呢樣咁麻煩嘅嘢啊？而就好似被遺忘嘅圖書館一樣，已經冇人再好似一開頭咁在意自動販賣機嗰度嘅嗰條管道究竟會通去邊度。只係有啲聽覺靈敏嘅人，偶然會聽到一啲翻書聲，不過大家都認為嗰啲係一啲錯覺嚟嘅。只不過從來冇人諗過，其實嗰啲揭書聲係真㗎。事實上，呢啲白色嘅嘢飲係牛奶，而咩人或者咩嘢製造呢啲牛奶呢？就係一大群睇緊書、有好多知識嘅乳牛啦。咁今日呢本故事就講完啦，記住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有咩都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㗎。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